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2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新闻开始来看，因为论文引起真侪争议的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伫下晡2点半开记者会，宣布退出桃园市长的选举。咱来看林志坚的说明。论文的抹黑与攻击，因我个人而起，未来也将持续采取救济的手段，来捍卫我的人格与清白。很抱歉，让大家失望了。我衷心希望大家把支持林志坚的力量，未来来支持郑运鹏，让桃园延续郑文灿8年来的光荣政绩。谢谢。林志坚是一直强调讲，伊的论文绝对无抄袭，也毋过伊今仔承认讲论文的写作确实有一点仔问题。中道民进党伫总统官舍来召开选举对策委员会，会后林志坚就宣布讲要退出桃园市长的选战，由立委郑文培来参选。林志坚代表民进党参选桃园市长了后，一直因为论文的争议未抽退，30多天也未收线。林志坚10日暗时接受电视节目专访，谈论文案，也头一遍讲起车站出席中华大学学论会过程。我也已经很清楚地告诉老师我的看法和主张，不过他就在这问题里面打转，让我觉得他已经是先射箭，再画靶。林志坚讲，伊进入一个空间，面对电视荧幕，荧幕是乌白，无法度看到对方。问问题委员嘛，毋知是啥，对当事人无保障。过程内底有一寡委员所问的问题，针对性真强，亲像先下钱接话。我一定会对于我个人的这个人格还有清白去做捍卫那未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作为一个捍卫人格和清白的方式，我们跟律师正在研议当中。针对台大论文案，伊强调100%无抄袭，伊也表明愿意甲伊正方面对质。不过，伫台大认定严重抄袭，撤销伊的学术学位了后，美丽岛电子报上新的民调，20岁至29岁之间少年人，赖香玲以23.7%领先林志坚的23.6%，张宪正23.5%。台大学人会也不是一个2分法的这个审议程序了，所以我想年轻人也好，桃园市民也好，是很看重一个政治人物的诚信，以及对于做事情、处理事情有没有自己扛责任。除了林志坚的论文风波调情，台北市议员王凤仪也甲镜头指向林志坚的指导教授陈明通，向教育部检举伊违反学术伦理，教育部回应已经有收到检举批，会依照程序转交台大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林志坚论文的争议是正做最近选举的重点。台北市长郭文德就口说民进党讲因拢无选择，无要相信台大。国民党的蒋万安是批评民进党是帮派治国。黄珊珊是讲后摆唔知要安怎教育囡仔。伫林志坚宣布退选了后，嘛望讲选举会当来回归政见的比拼。用旗下画写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市长后援会志刚展现团结气势。最近林志坚论文风波滚价，陈市长一句先相信同志，引起台北市长郭文德口说，所以敢是选择无相信台大。对手蒋万安也批评民进党帮派治国，要讲真话真无简单。我选择挺台大，那民进党包括陈时中选择挺抄袭的林志坚。那我们就让民众自己来选择。我要向王世坚议员说一声 respect， 在民进党内很难说出坚持是非的话，因为民进党现在帮派治国。林志坚这事情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一向我没有改变过。大家这是要用事实来证明，这都关系到每一个人的一个名誉。很草率的去做评判，坦白讲都有一点不道德了。陈市长也以郭文德叶克膜器官移植证据为例，强调事关个人名声，无明确证据到下结论是无好的代志。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是口说看到论文证据，只想到要安怎教育囡仔，对林志坚批评中华大学学论会上下级，佮违背。台北市长郭文德表示，就等中华大学的结果。这个事情我看到只想到说。
我要怎么教育我的小孩？留给人民去公平。从现在开始，每个民进党的候选人全部一个透出来问嘛，你选择相信自己同志，还选择相信桃园大学，每个都要表态。现在全台湾人民都在等中华大学的判决的嘛。反正他也拖不了1个礼拜嘛，1个礼拜内应该会出来的吧。首都选战3卡都激烈，南亚参选人蒋万安后晚会，拥有总会长高碧珠就表示，绝对袂出现起波效应，也进一步分析75%中间选民会是左右胜负的关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顶个月初，有一个细粒的少年囡仔伫捷运文湖线，其他的乘客看到讲伊的腰有别个放枪支的袋仔，乘客就去报案，警方调监视器去找到人，嘛来进行侦讯，发现讲这人的牌仔内底还有一支假枪，认为是调故意互人看到枪支，造成民众的不安，所以改以违反社会秩序为合法上班。穿白衫注意手中的物件，一直调整，行出车厢了后，坐电扶梯动作无停过，只是无有旅客看到惊一条，遂向站务员通报，因为伊的腰露出枪支阿爸，只惊身躯也佫藏枪。查扣一把当天携带之仿克拉克空气动力手枪，无正当理由携带类似真枪之玩具枪，而有危害安全之余，移送法办。代志发生伫顶个月8日文湖线。捷运警察得到通报，调监视影像，将人拖回侦讯。姓李少年身躯被敲出一支枪，伊讲是要去射击场才会炸。警方调查了后，认定是企图命枪，无杀伤力，毋过故意露出枪支阿爸，引起骚动，议员依照社会法上班。毋过民众坐大众公共运输，看到同款的情形，会安怎做呢？想逃吧，因为感觉就是很可怕。就下一站下车，这样搭下一班。伫今年4月，有总埔仔坐板南线，因为摕菜刀出来，互法院罚1千。虽然这一摆是虚惊一场，毋过警方提醒有特殊需求，爱炸刀啊、甲刺头命枪，除了爱事先告知，也会好好来包装，才袂替家己引来无必要的麻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冰淇淋的大牌子哈根达斯，今年2届互验出有致癌物环氧乙烷哦。另外，印尼、菲律宾一寡国家的泡面冇验到。医师表示讲，长期接触这款的环氧乙烷，会有致癌甲神经毒性的风险，少量冇可能会造成胃肠的问题。天气真是真热，不少人拢会来一份冰淇淋食凉。不过，即马煞传出有名冰淇淋品牌哈根达斯分别伫今年6月甲8月，拢被验出致癌物禁用农药环氧乙烷，拢伫边境互人查落来。另外，还有来自印尼、菲律宾等真侪国家的泡面也发现含有这毒物，已经超过6吨产品退运或者是销毁。环氧乙烷它被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列为是1级致癌物。如果长期大量暴露，它还会增加一些神经病变的风险，它会增加一些血癌，我们所谓就白血病的风险。医生表示，这问题食品产地拢伫国外，伫调查来源顶悬可能有难度。国内主管机关应该要求厂商了解污染来源，搁加强稽查，因为就算是正少量，也可能引起肠胃道无舒适。除了这问题，冰品泡面消基会进前，伫新北连锁大卖场、餐厅、福利中心甲网络电商平台买15件市面上买油品，搁针对多款芳香组、碳氢化合物致癌物含量测试，结果2件验出苯连胺甲氖，毋过符合销售规范的指标单。因为这些大部分都是从植物用萃取或者是油压榨的方式取得。我们必须要有些加工，在高温接触过程当中，这些油脂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我们觉得对健康有疑虑的毒素。消基会建议民众在选买油品的时阵，应该详细检视商品标示，主管机关应该将多含芳香烃、碳氢化合物列入检测的项目，佮将结果提供给消费者，将食起来较安心。记者综合报道。遮侪人拢有一尺酸的毛病，台中有一个才8岁查甫囡仔，这几个月腹肚拢胀胀，定定佮想要吐，有当时爱坐困才袂艰苦，这嘛是拢是一尺酸的症头哦。医师就讲，这几冬因为疫情，囡仔启动过冬的比例是增加2-3成，上过大苦，嘛会增加一尺酸的风险。
这个细本的小阿弟啊，即马身材总算有较瘦，2个月前，伊因为体格较大颗，腹肚胀，然后咳咳，互挨甲未食未困，倒爱坐咧，也是自枕头才困得去，心肝严重受影响。送伊才知影，原来是腋下酸火烧心所造成的。太晚吃饭，然后吃太快，就会有点胀胀的，就睡不着。对，我们就随便看当季什么水果，或者是可能有时候给他吃一个小面包。因为那时候觉得他运动量大，吃应该没关系。彭小弟的老母讲，囡仔人因为常常走来走去，坐较袂调，食紧佮食济，逐工佮爱食宵夜，打敢若8岁尔尔就腋下酸、火烧心的毛病。医师表示，自疫情发生了后，学生囡仔较无咧活动，变肥的比例就加2-3成，也比作是腋下酸的高危险因素。在生活上的话，暴饮暴食或吃宵夜；在饮食方面的话，大家比较重口味，或是孩子喜欢吃油腻的东西，比如说培根啊，比如说热狗啊，这些油腻或者比如说薯条啊，事实上对我们的胃食道逆流都是一个风险因子。医师表示，腋下酸唔单单是大人才有毛病，只要是生活无正常、爱食饲料，拢有发生的机会。虽然倒一较年岁囡仔开始得到，医学界也无定论，但是一般的囡仔胃较细，平常时除了3顿爱正常，唔通连做一顿食，嘛要避免食宵夜，透过改变生活饮食方式来改善症状。记者综合报道。长期关心儿童安全的警官基金会指出，这几档因为疫情，囡仔长时间拢踮伫厝，嘛造成对流的事件比过去增加4倍。嘛提醒讲，最近歇热，家长得爱特别注意。社区中电矿警司拜二早是6点，台中一名4岁女童为徛过9楼跌落来，4号嘛5岁女童为13楼跌落来死亡。为着提醒家长重视儿童期间安全，市府甲进捐基金会伫12号、13号举办宣导活动，互囡仔透过佚佗会当建立观念。如果没有抓好的话，可能就会从窗户掉出去。然后撞到头的话，可能脑部出血就岔了。因为像窗户的防护啦，或者是说像里面展示的，不管是厨房的电器用品，还是说那个浴室的部分，让他们了解到哪些地方是危险的。进捐表示，这10档的新闻事件当中，有超过100件坠楼的事故，甲43名儿童的性命带走。疫情加上暑假期间，囡仔伫厝内时间搁较长，更加爱注意。除了伫徛家的栏杆爱维持伫120公分悬，窗仔边唔通放物件，互囡仔会当爬，啊，搁会当装稳型的铁窗，甲窗仔门会当安全定位的锁来预防。在家里找不到大人，那他会想要确认大人什么时候回来，就会跑到窗户旁边或者是阳台旁边去看看大人回来没。那这时候如果家里的窗户或是栏杆的防护措施不够的话，就容易发生坠楼的一个危险。要让孩子健康安全长大，好，那大人要多一点留心，多一点注意，其实是可以防护孩子的这些危险。社会局表示，市府每一档拢会举办活动来宣导。民国103年开始，嘛陆续伫个育儿中心来设置着儿童居家安全检测站，全市已经有23位，家长会当加利用，做伙来打造着安全的居家环境。记者王刘婷、民交款个人报道。来看台东有一间艺校安置机构，之前有一个姓林的主任对囡仔卡来手来，监察院调查了是弹起台东地方法院等相关的人员哦。今仔搁再针对台东县政府包庇的行为提案纠正，要求爱处罚相关的人员。伫台东某一个艺校安置机构发生工作人员对囡仔不淑的事件，受害囡仔第一时间无人斗相共。经过监委叶大华、纪惠荣、林国明调查发现，组织机关台东县政府对这个机构牵涉到不当对待儿童的事件，敢若裁罚12万，行动轻轻放一线。社会处有轻重跟包庇 A 机构行为人有应作为不作为的裁量怠惰。就直接的将设有不当体罚行为人的裁处涵盖包进去，整个机构的裁罚只罚了12万，但事实上它完全已经背于儿少法的规定。监委表示，互人裁罚了后，这个机构敢若透过几节课，就互台东县社会处认定已经完成改善，对机构的管理文化重新建立，提升机构人员性暴力议题的敏感度。社会处并无加强监督，所以提案纠正台东县政府。但他们就是继续上我们的相关的课程之外，那我们就会派遣我们的包括行政的管理人员跟所谓的我们的社工
同仁就会到机构定期的去做一个反视。监委提起这个案是标准的体制机构反背案例，也就是甲机构产生依附关系个人遭受违法行为的时阵，机构未当防止，会造成被害人第二遍伤害。被害人后盖大汉了后，也真有可能变作加害者，所以应该防止机构不当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有同志团体开记者会，为想要收养囡仔的家庭来出声。因讲第二册欢迎判一个同志家庭会当来收养无血缘的囡仔哦，也毋过讲这只是个案，所以因准备要来申请实现，互同志家庭嘛有收养囡仔的权利。我的家庭真可爱，只缺法律来保障，只缺法律来保障。今年初，维巴苗爸真做全台第一个法院审判同志家庭收养无血缘囡仔的案例。同志家庭依如依令，嘛提起收养诉讼，不过高雄小家法院一审裁定驳回，控告审理的时，法院认为现行法律有违反宪法的疑虑，在今年5月24做出停止审判、申请释宪的决定。其实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啦，希望说就是大法官可以受理这个释宪。78号施行法第20条违宪的主要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这一条违反了平等权，不符宪法第22条所保障的收养自由。这个条文违反了家庭制度受到宪法制度性保障的意志。这个条文的立法并没有符合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按照目前748号解释施行法规定，同志家庭无法度共同收养无血缘的囡仔，就算是其中一方伫婚前就收养无血缘的囡仔，另一方嘛无法度得到囡仔的侵权。若是有侵权的一方发生意外，另一方就可能无法度合法照顾囡仔。只要能够给孩子好的照顾，就是合适的收养家庭。其实现在的收养历程不是那么简单，平均大概要申请2年以上才有办法正式收养到孩子。同志的朋友他们要来收养，确实会遇到更大的关卡。民间团体甲律师团表示，希望大法官会使赶紧受理案件，而且开始处理，而且希望会使召开严肃辩论庭。伊嘛表示，对大法官有真大的信心，会接受这个案件，而且做出保障同志家庭权益的决定。记者郭鸟水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这次亚洲访问，美国福斯新闻网是曝光哦，佩洛西的后生名无伫名单内底，也毋过却出现伫访问团，质疑讲可能有商业的目的。也毋过佩洛西是表示，后生只是陪伴伊，无啥物目的。另外，《华尔街日报》嘛指出讲，之前美国总统拜登甲习近平讲电话，习近平有向拜登来表达讲，中共并无拍台湾的想法。佩洛西来甲总统蔡英文小解，这个查甫人就是佩洛西的囝小保罗。这边伊是带团来访问台湾，不过伫官方的名单顶悬无甲列出来。美国福斯新闻主持人就要求讲，这个小保罗毋是官员，也是讲顾问，伊是伫一个理控公司内底，这边是带团来访问，甲亚洲的投资有牵连。That I had him come and I was very proud that he was there and I'm thrilled and it was nice for me. No, he did not. Of course, he did not. 佩洛西回应讲，因囝干那是做伙来，甲商务无牵连。外交部嘛表示尊重访团的安排，这干那甲提供协助。不过，《华尔街日报》伊就报讲，拜登甲习近平伫个进前有通话，习近平伊阁有警告讲拜登。佩洛西若是访问台湾了后，会产生的效果。不过，伊嘛表示讲，中方无意思甲美国来开战，双方拢需要维持和平甲安全。拜登最近也说了嘛，就是说他不担心台海的问题嘛。那么，所以表示说，拜登也知道，这只是一个演习，而不是真正具有这个军事进攻的意义在里面。丁书帆分析，中国以外交制裁借落手段来回应，不过未来升级军事冲突。不过，国际支持台湾，安尼嘛，互中国感觉真刺激。毋若抗议立陶宛访团来台湾，甚至佫表示立陶宛想要来修复甲中国的关系，上好是甲台湾办公室甲撤掉。对于立陶宛他们来台设处，我们表达我方的诚挚的欢迎。
刷入岛湾了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嘛宣布讲要退出含中国甲中东欧的合作机制。美国国务院表示支持甲尊重，并且讲有愈来愈侪国家对中俄战略结盟感觉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为伫佛罗里达州的白种最近互搜查，川普甲支持者是批评讲这是政治对杀。美国的司法部长贾兰德昨表示讲，搜索票是伊批准的，嘛正罕见要求法官把文件公开。另外，昨伫俄亥俄州的联邦调查局的大楼，有一个查甫人想要冲入去，也毋过伫过程中，就互警方枪杀死亡。FBI 探员伫个现场戒备甲搜查，伫个当地时间11日早起9点左右，有一个武装的查甫人，伊想要来弄入去俄亥俄的辛辛那提联邦调查局的大楼。这个枪手伊无法度成功弄入去，尾仔伊驶车走去。警方随着来封锁道路，要来抓这个嫌疑犯。伫个公路一搭休息站去发现到嫌疑犯的影迹。Less than lethal tactics were utilized at that time. They were also unsuccessful. The suspect then did raise a firearm toward law enforcement, and shots were fired by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on the scene. 结果，双方伫个互相开枪的时，嫌疑犯去予警察弹死，加载讲无造成警察的死亡。美联社引述消息讲，这个查甫人有可能是有参与去年1月初6国会暴动事件。安尼嘛，互外界联想到讲，是毋是甲 FBI 车背搜查美国前总统川普伫个佛州棕榈滩的这个海鸥山庄有关？面对外界的谣疑，美国司法部长伫个10日嘛头一遍出面来回应，证实讲伊本人确实有来批准这边的搜查。The department filed the motion to make public the warrant and receipt in light of the former president's public confirmation of the search, the 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 and the substantial public interest in this matter. 申请公开搜查票，这毋是普通的举动。司法部有可能是希望讲通互民众一个交代。不如个洛杉矶刑事辩护律师认为讲，这边的搜查会使讲是无情理，而且互人感觉真惊吓。Perhaps this wasn't the tip of the iceberg, but perhaps it is the whole iceberg. That this really all does come down to the government trying to recover these documents that they felt were, rightfully belonged with the archives and part of the Presidential Records Act. 搜查票是毋是真正会当公开？这要都爱搁看法院是毋是有批准。川普阵营嘛会当选择反对。CNN 报道讲，川普阵营已经有联络律师来讨论后一步要安怎做。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今仔中原是农历7月15，大河是8楼。今仔早起，台南安平运河水是满到岸边咯，嘛造成淹水，水利局出动抽水机来抽水，安平港的水位嘛特别满咯。今日台南运河沿岸一带，运河内面的水位早就淹过堤防，搁淹到林行道顶面。讲安平、东滨路一带旧公路行，这都无遐尼幸运，少部分的面体车库淹水大约10公分，好佳在水一下就退。啊，淹偌悬啊？你看石头啊呀，石头遐悬度无比遐搁悬者，即马落个啊。今仔是拄到旧历15号大把楼，安平运河的水嘛满起来，当然安平港的水嘛特别满，伊水位是悬到连渔会边仔的码头鱼缸寮拢淹入去。今仔15度啊大漏水啊！啊，伊顶个月超级月亮个无遮甜。啊，这拄啊有效着8楼甜，15度上甜啊。市区各家淹水处，台南市水利局就出动抽水机，伫安平路甲乌味街口来准备，就该影响民众的生活。因为这个排沟的话会导到外面去。好像这边有淹水吗？这边都没有淹水，就是预防性的那个架设而已。顶个月13号，台南运河因为今年上短的满月，又搁是大把楼，海水倒灌入面体厝内面。虽然这处无遐尼严重，不过当年研究气候的台南社大就提醒，极端气候一定是渐渐影响到咱的生活。大家都觉得说气候变迁离我们很远哦，但是其实气候变迁已经在发生，而且在台南市很具体的有一些事情都已经在发生。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说政府在公共建设上面能够尽可能避开水岸，不要置人民于危险之中。
水利局是回应顶一次大坝流造成海水倒灌的安平路、东平路一带调派抽水机来营运，目前并无传出大淹水的状况。未来会评估做水闸门，改以抽水机来应变，改善大坝流海水倒灌的问题。以上政府大报道。今仔是旧历7月半哦，因为疫情，家人停办2档的中原普渡顶活动，伫疫情等候了，今年恢复举办咯。家人的中元节哦，对1855年开始是台湾上有历史的民俗祭典之一，嘛是头一个获指定做重要民俗的国家文化资产的庆典。今年嘛已经是第168档咯。今年是姓黄的张宗亲族谱，伫八斗仔迄边仔来放水灯哦，替家人搁全台湾来祈福。嘛，望讲疫情会当赶紧收煞，互大家恢复正常的生活。咱台湾上届好看。逐档的中原哦，人乡村搁北头城2大抢救的活动哦。头城因为疫情，今年嘛是搁继续停办，也毋过乡村今年同款有办哦。也毋过旧年是有32个队伍来参加，今年只有18队哦。今仔暗时特别比赛，各队拢把握时间的练习，咱嘛先来看卖。踏着队员拼命向顶悬爬，抢高爬平条，要求的是速度甲技术。各队伍无分暗时透早加强练习。练习的时阵爱记安全绳。队员斗3工友安全锁避免发生意外。在地队伍的攻击手靠2条白带拼死爬起哩，为的是伫12号中元节暗时将这摆抢高冠军留伫乡村。较早是赢第2名吗？嘿，第2名，要第2。哦啊，所以今年要搞迄个。中金到底乡村，大概1个礼拜3次，1个礼拜练3次，哦，这里也是很经常在练啦。对对。受疫情影响，南乡村甲北头城的2大抢高胜诉，头城已经停办3档，乡村去年停办了后，今年复办，变做全国唯一的抢高比赛。参加的队伍对往年的32队减少到18队，虽然规模变少，但热度无减。当地德和社区嘛斗经费设训练场，予各队练习。正式比赛场所将近1个月的时间没有办法让选手训练。那所以说，目前这里个位置是德和福星宫抢孤的训练场地。那目的就是让自己的队员训练抢孤之外，那提供给各个队伍。有100年历史的乡村抢孤暗时会伫东门广场举办，这几天抢地赶紧布置，吊车将28公尺悬的灯杆吊起伫高坪顶悬。不过文化部表示赛场离乡村古城伤近，要求换所在，所以今年嘛是东门广场的最后一摆抢孤。记者陈环武、柯正俊屏东报道。咱来看婚礼的好买哦，今年的普渡是办超多2000桌。另外，中华县的环保局是有来提供金纸集中处理的服务。伫园林目前已经累积88栋，嘛拍破以前纪录。来到好买7大普渡区，工作人员无用咧整理拜拜要用的物件。这2年因为疫情暂停举办，今年恢复普渡活动，互真侪民众甲店家是拢真期待。让我们好兄弟可以大家来就是因为他们放假，所以这个月就是沉浸的心来供奉他们这样。就是停办了2年吧，好像是2年，所以今年好像会盛大举办，也会希望说带来游客来，因为我们店家也会生意有受影响。好买中原普渡文化协会表示，普渡会分做东西南北中福德甲德兴7大区，每一区拢有无同的主题甲特色，办超过2000度，阁通看到各种水果甲变革的雕刻，希望会当互民众做伙来参与。今年度很多民众都期待我们能正常来举办，那公所也很赞成我们来正常来办理，所以今年公所也特别办了很多所谓的中原文化季的活动。另外，为着避免民众大量烧纸钱去影响到空气的品质，中华县环保局甲辖区内的乡镇市公所合作，将纸钱集中烧做伙。那今天达到高峰，我们陆续下午大概最少有20个地方必须做纸钱集中烧的一个载运服务。园林市清洁队表示，逐年清明甲中元节是纸钱清运上济的时阵，今年累积的量就已经有88栋啊，是这几年来上济。纸钱集中后会送去焚化炉做火烧，希望会当降低空气污染。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有一个2018年开幕的壮维旅游服务园区，是台北市风景管理处负责管理哦。这个馆开幕以来，拢是展出导演蔡明亮的作品。也毋过有民众是认为，遮尔久了应该爱做一寡改变。管理处是表示讲，最近甲文化部合约要到期咯，会来听各界意见，再过来评估。
甲建筑设计甲斗搭入去壮围海岸线地景的壮围旅游服务园区。2018年开营到阵啊，因为馆内拢是由出名的导演蔡明亮用沙轮啊意涵来做主题，设为6大展览厅。不过电影认为讲，蔡导伊这款展览已经煞咧遮侪年拢无完，对游客来讲拢无新意。游客一直减去，希望会当换新呢。连续2、3年之后啊，难免会有一些疲乏感。如果蔡导继续接下去做的话，应该有一些新的思维哈。根据东北角风管处的统计，壮围沙轮啊，伫2018年游客人数还有18万人次，伫去年加上疫情，敢若剩9万7千外人次。来遮佚佗的民众有人讲，馆内的展览有的实在是看无，不过嘛有人感觉讲内底气氛真恬静，是一个会当放松灵的所在。觉得这里面的展览怎么样？看不懂这样。我觉得还蛮让人有一种静下来的感觉。东北角风管处去年甲旅游服务园区的空间无条件借文化部，互蔡明亮的展览会当留伫内底，不过伫22就要到期了。这个是公部门之间的一个协力啦。那公部门之间借用的话，就是无偿提供啊。期限是1年。东北角风管处讲，是毋是要甲这个场馆继续借予文化部？内部还佫评估未来会针对壮围的观光环境，伫在地办工作坊，汇集地方意见，做园区未来的活化方案。记者综合报道。都市是拢真歹停车，尤其是一寡旧社区哦，停车位是愈合歹找。交通部准备要来放任3.5公尺单行道的大路，只要向主管机关来申请哦，就当来设临时的停车场。我近单行道的私人停车场解决无设置停车场的旧社区住户停车问题。较早路外停车场规定路的宽度经过主管机关认可了后的5公尺以上，不过考虑不少老旧社区路上下无符合设置资格，颠倒会造成违规停车。交通部修法放任路宽3.5公尺的单行道，我来当申请临时路外停车场，疏解当地的停车问题。考量单行道它的会车影响，已经透过单行道的管制措施来降低，它的临街道路实地宽度可以在3.5公尺以上。交通部表示，考虑单行道已经无小闪车的问题，进出停车场较袂造成真乱，所以这届放宽申请是干那限制单行道。不过业者申请设置停车场，也是要经过地方主管机关的认定，确认袂妨碍行车安全。新制度会伫这个礼拜6、13开始实施。在那个受理上的话，我们在认定上，如果认为它没有妨碍行车安全的话，那其实是条件是变宽的，我们也可以受理这边空地就变多了，所以对停车场是一定有帮助的。根据了解，这个修法主要是新北市政府反映辖区内有不少旧社区违停严重，主要就是因为欠缺有够的停车空间。放任道路条件了后，希望会当为根本解决违规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华人的石腿边外海，最近出现真侪海鸥，毋有真罕见的龟瓜头海鸥哦，阁有一只是白化症的海鸥。有游客嘛看到有真侪航鱼伫海面上溜来溜去，解说员嘛来解说讲，因遐溜来溜去的行为的目的到底是啥物？咱做回来了解。为着要记录真歹看到的瓜头鲸这种海鸥，海保署特别委托民间生态顾问调查东部海峡鲸豚生态种类甲目击资料。伫石腿片外海发现一阵瓜头鲸，其中也有一只白化症、白白身影，互逐工出海船长也学了真水。台湾东岸的赏鲸来讲哦，可能100个航放里面，说不定没有办法发现5个航次，算是个比较罕见的种类啊。又更难得可以看到白化症的瓜头鲸。另外，伫同一海峡，也有大型的航鱼咧受辱。船长表示，因毋是咧相拍，是咧求偶，因为画面真难得看到，互出海记录海洋生态作家甲导演赶紧翕落来。海洋生物的他们的习性、生存的情况是不是好的？其实这些都非常的渴望想要了解，但是呢，他需要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调查，才有办法去了解他们生存的现况。根据研究员资料，顶一摆发现这阵海鸥是伫2010年8月，数量伫100只以下。瓜头鲸伫上海鸥记录内底是较少互人发现的一阵，主要是分布伫开放性的大洋海峡，也出现伫较深水的所在。台湾海峡伊花东有时阵会看到，啊，不过群体居留性甲活动也是一个谜。记者综合报道。
大海分发今仔早起放榜哦，今年的露出率是将近有99%，嘛创新高，有14493个欠业，是占总名额的3成6，嘛是创新高哦。加共是有51间大学学生无招满。今仔日大学考试分发入学结果出来啊！根据大学考分会统计，今年有25297个人完成志愿登记。录取25028个人，录取的比率是98.94%，是有史以来上悬的，比去年97.98%更较悬。面对招生考试的制度改变，平均一个学生填69个志愿，比去年58个更较侪。采用采集的这个策略的话呢，从去年的这个76的组数，已经变成到今年的163种，会导致学生就是说在填写志愿的话，是相对来讲那是比较难预测。今年的欠业嘛创新高，有51间学校出现14493个欠业，其中私立大学有29间。若干那看分发入学的管道，有12间大学欠业的比率伫80%以上。那以学科来看，欠业比率上悬的是外语学科62.47%，第二悬的是管理学科53.09%。那私立大学总共有14所，它的缺额比例是大于70% 哦。那其原因大部分都是系所系组呢都有存在这个显著的这个缺额。受到假释少影响，招生考试的制度改变，精选的名额搁加转来分发入学这边。不过嘛有11间学校无欠额，包括台大、成大等等的9间公立大学。另外私立大学的部分，敢若中国医药大学、台北医学大学这2间是无欠额的。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哦，癌症有少年化的趋势。台湾少年癌友协会调查发现，讲有8成的朋友因为破病无头路，有一半以上的头家会因为员工得了癌症，态度就无啥相共。有超过8成的朋友破病了后，一个月收入是减少5000块到2万块。协会呼吁企业应该提供朋友友善的工作环境。家人当年3年前得胃癌，后来癌细胞转移，目前是胃癌第4期。破病期间，伊因为开刀化疗才治疗，不治体力变歹，体格痛苦，甲收入也对你减少。就算即马要重回职场工作，也面临未少挑战。化疗跟化疗中间刚刚好有一些缝的时候呢，那有一些活动就是有去出席。那接下来。让大家知道我生病之后，就没有戏剧的邀约了。其实有不少少年癌友面临同款的状况。根据台湾年轻癌友协会上新的调查发现，25到50岁癌友年收入50万以下是上多。有8成癌友因为得到癌症失去原本的工作，因为有半数以上头家对离癌数有疑虑，有4成5癌友因为身体状况真歹找到适合的头路形态，有8成癌友收入就安尼减少，每个月减少5000到2万。遇到最多的都是会从正职变成兼职。这是最多的，就是大部分都也许会回到，或是只能在家里上班做一些接案的工作。根据卫福部统计，109年因为癌症治疗，20岁到64岁劳动力族群将近47万人。民间团体强调，这人都是家庭重要经济支柱。癌友治疗饲家拢爱钱，经济负担重，再呼吁企业应该营造职场友善环境，降低癌友得到癌症了后家庭财务冲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西港永乐里，30多年前哦，才种真侪贵势，民众会把做扫帚来卖。即卖会晓拔扫帚的人是愈来愈少咯。社区嘛，请老师来教民众用绳仔来做手工册，开发在地文创商品。不用担心伊袂穿手。你敢知影扫帚是绳仔做的？这绳仔除了用来拔扫帚，阁会当摕来做啥物咧？看老师带大家用刀片一支一支咧敲绳仔，甲管好平。这是台南西港的永乐里，社区较早是绳仔的重要产地。不过即阵拔扫帚的需求是愈来愈少，社区就想办法开发做手工艺。贵属都是用来绑扫把，因为它是由日本人拿那个种子来我们台湾，让我们沿海地区这个居民来种植。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做了，所以只有老一辈的，还有几个阿公阿嬷他们在做。
老师要教我们各种不同的文化文创，所以大家都很有兴趣。为着要把西亚变做文创商品，让这项在地传统产业会当有新的发展。永乐社区已经连续办3年的课程，因捌用西亚做册、染布，那今年要做杯仔珠。虽然过程高工搁踏实，不过大家做伙配合嘛真心熟。跟永乐社区已经计划是第3年，第1年我们是做那个纤维的裂解，然后做成纸张，好，然后缝成手缝书。去年呢，我们是做在地植物的染色，那我们今年呢是透过这个桂属它的线性的这个特色，然后来当做我们制作的材料。时代的改变，真侪传统产业都已经落座，若阵唔甲重视，都会渐渐消失去。永乐社区为着要甲西亚的产业留落来，嘛会继续安排课程，希望在地文化有更较侪变化来碰见。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实施流浪动物零汰赛政策已经第5档了，也毋过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因为空间有限，领养的速度阁真慢，所以空间拢无够了。公司台语台青春咱来望，明仔载暗时7点半，特别带观众朋友做回来关心流浪动物的问题。你一直跑出来，怎么办？其实我们的狗都不能够做亲人的啦，都塞奶的。当来到台南动物之家，内底的狗仔就开始大声吠，因原底拢是流浪狗，伫遮等待领养的机会。阮即马现有的收容的数目差不多1000多只啦，其实阮上适合收的量敢若700多只尔，所以阮已经超收200-300只去啊。即摆大家拢住都市，所以还有一个民众，因兜是住公寓，因想要领的狗仔，伊就无希望小大只。伊讲因兜敢若20几片尔，伊若饲了小大只，伊就感觉迄只狗足可怜，伊无所在通去。根据行政院农委会统计，台湾自2017年零汰杀政策上路以来，全台湾的流浪狗数量，逐年差不多以1万只的速度在增加。到2020年，已经有15万只。全国公家的动物之家收容压力嘛真大。除了狗仔需要活动空间爱考虑以外，更有台湾人认为对狗仔囝开始饲较好教的迷思，嘛地区先肯的领养率真低。一些居家的习惯，其实领养人都要有时间去教导他们，要不然他们就会在家里大搞破坏啊。成犬它已经定型了，不管是身体的大小或者是个性都比较定型，也比较好捉摸了。台湾伫2015年动保法修法都有规定，领养狗仔、猫仔拢着严，若无上少会罚5万块以上，避免因伫外口大量生摊。嘛，因为流浪狗的数量实在伤济，为着要管制，政府甲民间的合作也真重要。如果这2只进去就可以抓了，因为伊养了，第一个来讲，伊的个性就较温和，较袂伫咧外口要抢地盘，然后小拍。这是第一。然后第2就是伊养起来，伊就袂阁继续生。虽然验是即马上积极的做法，但是定拢是验的速度比袂过生的速度。上要紧的，也是鼓励大家领养，对因负责到老，唔通黑白放杀，这是尊重生命的根本。记者卢尚如、林建如，台南台中报道。台湾的山野馆、往来馆等果子馆拢真受到欢迎。今年南投民间的火龙果大出，没想到讲这款水分这么济果子，卖当来烘做火龙果干，也正是表示讲，因为水分真济，爱烘一天一暝。这一粒一粒看起来真水的火龙果，是这阵南投民间当咧大出的特产。今年的收成状况袂歹，市场的价销40到50块，真稳定。品种的改良以及栽培技术，还有产期的调节都已经很纯熟哈。那果品的品质也都提升了。那前年生产供果，有利于供货的稳定啦哈。虽然讲品质稳定，不过要是有一寡笔果也是较细粒、外表较歹去互拍起来的。农民除了感觉讲直接单调真拍算，嘛按算要找新的农产品销路，决定把这寡艺术品切片烘做干。今年火龙果的产量啊，大致上是非常的好，但是就是有一些裂果啊，我们农民都是比较就是舍不得把那些裂果都丢掉啊，所以我就把它做成果干，它也是非常健康，因为它只有果而已，没有添加任何东西，也没有加糖啊，什么都没有。
因为火龙果水分饱甜，薄薄一片就要用70度烘19点钟才有法度完成。不过嘛是因为用低温落去烘，会当保留火龙果本身的营养，亲像是纤维，也是花青素等等，较袂受到破坏。若讲到口感，火龙果干燥了后，食起来小看软软绵绵，加着籽果的脆脆，实在真丰富。而且果子本身就真甜，烘的过程唔免阁下糖，消费者食落腹肚嘛阁较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前立委姚文智当初无选到台北市长，就讲伊会要退出政坛，嘛讲伊要去翕电影哦。最近伊的头一出电影《流氓狗15号》，是以威权时代灰小岛的女性政治犯来做主角。最近要伫电影院播送咯。姚文智嘛讲，伊会透过电影继续来讲出台湾的故事。虽然唔知影为虾米我会伫遮，不过我上好甲家己放袂记，连命嘛放袂记。以过去威权时期伫火烧岛的女性政治犯做主角的小说改编电影《流氓狗15号》，在伊举办发布记者会。前立委姚文智伫2018年参选台北市长失败了后，转战电影界，担任《流氓狗15号》的出品人。伊讲，希望透过这段威权时期的历史，台湾人会使更加了解家己的故事。一个失语的时代，大家都忘了，或者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都被隐瞒的那个时代的故事，了解我们今天的人权、自由、民主怎么得来的。未来我们台湾才可以在这样的道路上继续发展下去。前辈们的故事真的非常令人动容。为着彰显1950年代火烧岛的历史场面，姚文智表示，因参国家人权博物馆合作，到绿岛来拍电影，过程唔但重建历史场面，嘛起一寡危机来取景。演员嘛讲，导演对因的口音等等嘛是加要求。方言是不能说的，可是我们要很努力的学习讲所谓的北京话，所以腔调方面，我们3个人都有各自努力的方向，尝试把那个恐惧感，那个每天面对生死的这样子的恐惧感找回来。这些口述历史整理得非常详细，我很喜欢透过文字阅读来做角色功课，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书。姚文智表示，因为题材敏感，伫筹备甲制作的过程，拢拄着袂少困难。不过，伊希望透过众人合作，会使亲像赛德克巴莱、番号等等台湾电影同款，互大家继续认捌台湾的故事。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美国一间专门咧做政治人物红仔的公司，最近是推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红仔，透过网络平台来募款哦，募到钱要来帮助乌克兰的难民，嘛已经募到12万的美金咯。这位设计师真小心，摕画笔在替红仔模型画目睭。看到这个穿青色军仔衫的红仔，你敢有约出来是啥人？无毋对，伊就是即马上红，逐工看电视新闻拢会看到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美国这间专门伫做政治人物红仔的公司，主要拢是做美国左派民主党的政治人物。但是因最近决定要生产泽伦斯基的红仔，因为公司的头家认为泽伦斯基是现主时世界上真少看到，互大家会想要学习甲模仿的政治人物。There seemed to be a sort of groundswell of energy and support for what's going on in Ukraine. So we were excited to make him. 这间公司佮伫网络的募资平台发起一个计划，这个泽伦斯基红仔大量生产，伫市场开始卖了后，每卖出一个红仔，公司就会捐1块美金，互帮助乌克兰难民的团体。若是认同这个计划，民众就透过募资平台赞助至少20块美金，嘛会当摕到一个泽伦斯基的红仔。原本公司的目标是要募3万美金，结果才无到10天，就已经募到超过12万美金，差不多360万台票，是原本目标的4倍以上。可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即马真正是非常受到欢迎。伫美国纽约这个艾伦戴的表演中心的舞台顶，有8个囡仔当伫咧排演，因拢是为乌克兰西部城市沃利夫来到美国表演的。艾伦戴的表演中心的执行长讲，伊知影有一群人，就算逐工拢想到炸弹的威胁，嘛是无要放弃艺术表演，就感觉一定要邀请因来纽约演出。这阵乌克兰的囡仔讲，因希望来美国表演会当募款，因要甲募款的钱捐予乌克兰的军队，用来买战斗机。10, 11, 12-year-old girls are talking about a fighter jet that's both sad and grandiose.
虽然这乌克兰囡仔想要靠表演来募款买战斗机的愿望，可能真困难实现，但是相信因的表演一定会当感动真侪美国的观众。记者感恩编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个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华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